明志是好動派，行動是要在陽光中趕走苦惱失敗。全人類也越界，舉起手反對自我被活埋。為何脈搏極快？原來受那豔陽唆擺，擺一擺也不壞。投入活躍地帶，應該將盔甲換上運動鞋。一到夏季，氣勢升高。這個夏季，鬥志利似刀。當氣候跳升100度，活着實在好。來自夏日的心怎會沒心想？沉悶的一切最需要你的美麗狂想。原來躍動的心感覺同一樣，誰若想歌唱放心唱，要開夠6000場。嚟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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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嚟來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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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